用他的權力來打壓干涉，言論自由，只有等於一隻兇猛的野獸，我們必須把它關在籠子裏。所以我希望呢，城市電台論壇3-4年以後，再繼續發揮這個整個自由。因為怎麼認識今天有沒有這個自由呢？我認為呢，從大體上來說，中國是開放很多的，是有言論自由的。但是呢，在個別的問題上，是不是有打壓了？是不是有干涉了？我覺得這是不可避免的。所以我的認識認為，整個中國是言論自由是開放的，比我50年前在大陸呢是開放很多。但是今天也有打壓，因為我的言論呢也不可以自由的。好啊，我左右都要打壓我發表文章的權利。好，唔該晒。咁啊，多謝黃教授。黃教授基本上咧就係話，其實言論自由咧最緊要係有人民自有自由發言嘅權利，第二咧有新聞自由。但係呢種兩種權利嘅要保障，一定要受政府嘅權力咧係受到一定嘅控制，一如係將一個兇猛嘅野獸關喺籠子裏邊先得。咁啊，基本上佢覺得而家香港同埋中國係有言論自由，但係一個別問題受到打壓，呢個係難以避免嘅。基本上係香港目前嘅言論自由能夠保持現狀嘅情況呢，係中央尊重我哋嘅應有權利嘅一種體現。宋立功，首先恭喜香港電台嚇，即係呢個節目咧係有30週年啦，其實都係好唔簡單。從公共行政嘅角度嚟講咧，世界各國嘅政府咧都係唔中意咧係市民對佢有太多嘅批評嚇。咁所以實際上嚟講咧，就政府咧都係傾向咧，大家咧就係支持佢嘅政策嚇，少對佢嗰個政策嚟講咧有太多咧係即係負面嘅批評。咁啊好多官員都有咁嘅心態，咁我自己教公共行政咧都係感覺得到嘅。咁所以我覺得咧喺社會上邊嚟講咧，其實最重要一樣嘢咧就係公眾嘅參與嚇，好似城市論壇咁樣咧越係多即係各個階層各個年齡嘅公眾嘅參與，越係多發聲嘅話咧，我覺得咧係對於保證香港呢個咧係言論自由咧係好重要嘅。咁當然啦，我哋即係作為知識分子嚟講嚇，我哋學者嚟講亦都好重要責任嚟講咧，喺即係所有嘅政治嘅經濟社會各方面嘅問題嚟講咧，都要敢於去發聲。我覺得喺香港嚟講咧，就知識分子嗰個嘅作用嚟講咧係相當大嘅嚇。只要我哋嚟講咧係繼續積極嘅參與，敢於去發言嘅話咧，容易喺社會當中咧形成一個咧係重要嘅氛圍，大家都會係即係比較更加尊重呢個咧係即係言論自由嘅。好，多謝晒。咁啊，宋立功啊，同一眾嘅即係發言嘅朋友都係一路都係支持香港電台嘅。好特別係城市論壇啊嘛，多謝幾位朋友。何秀蘭，我梗係撐言論自由啦。嗱，以前呢，我哋從維園阿伯揸住自製水樽大聲公喺出邊大叫，同埋咁多咁熱烈嘅參與，到今日30週年，大家都可以平和但係熱烈咁一齊討論呢，呢個顯示我哋公民社會係有進步。但係言論自由呢，唔可以靠政府俾嘅，都唔可以靠港台嘅領導層俾嘅，係要我哋普通市民大家一齊去撐㗎。如果我哋唔去撐、唔去爭取言論自由嘅話呢，好多領導人呢就會使橫手去做㗎啦。嗱，過往呢，我哋都睇到有啲敏感嘅字眼，譬如公投同埋最近嘅次主權呢，係講出嚟都唔得嘅。其實公投同埋次主權呢兩個名詞，只係去描述一啲已經存在好耐嘅實質情況。基本法裏邊都有俾我哋嘅權利，但係好多人呢，可能因為內鬥或者係字眼敏感，就自己自我閹割。所以呢，呢個言論自由呢，真係要靠公民社會裏邊大家努力一齊去保衞，一齊去看守。我更加希望港台嘅員工喺自己崗位嗰度加倍努力。好，多謝。好，跟住咧呢個非同凡響啊！我嘅前輩啊，武猛正，你做過呢個主持㗎？係，請。嗱，唔好咁講啦，呢個字好敏感㗎，好嘛？OK，請武猛正。
嗱，好多人以為言論自由咧，你拍唔拍手先？係咪拍手？係拍就拍。嗱，各位，好多人以為啊，言論自由咧就係我企喺街度，而家我企喺度，我有嘢就噏，有嘢就嗌，咁我咪好自由咯，我言論啊嘛。各位，你可以企喺街攞個大聲公亂鬧，或者係有理由咁鬧，但係如果新聞界唔報你咧，你係廢嘅。咁啊，人人喺街度企喺度哇哇哇咯。言論自由，尤其是喺香港，就等於新聞自由。新聞自由真係充滿自我審查，怕咩呢？怕廣告壓力，怕政治壓力。你唔好話，啲前線記者，好老土啊，好乞人憎，自我審查。佢唔使老細指點佢㗎，自己知㗎。你做咩嘅招牌呢壇嘢？你訪問李柱銘做星期日人物，你搏炒咩？大家自己知㗎。你頭條新聞揾邊個嚟訪問？哇，最 hit 嗰個啊咩啊劉慧卿，唔好搞啦！你自己知㗎。大家睇下香港傳媒老闆啊，有幾多個唔係人大政協，甚至係攞嗰啲大紫荊金銀銅勳章？你做記者入得去？你自己知㗎，呢個係非常之可悲嘅。多謝咁多年輕人嚟撐港台，多謝。好，要加一句，正話我哋問黃華琪處長，我係代撐港台運動問佢嘅。我話你實實在在，處長你企喺邊？你可唔可以實在咁樣承諾？你係企喺港台員工嘅一邊，你係企喺香港人嘅一邊。佢好大聲清楚承諾話佢係嘅，我哋立此存照。多謝。好多謝。林輝、陳景輝喺邊度？誒，兩個講埋完咗呢節。我覺得如果講言論自由呢，我哋要記得一樣嘢，香港嘅傳統。咩傳統呢？我哋曾經係兩岸三地唯一嘅公共空間。當台灣、當中國佢哋嘅言論處於禁制嘅情況之下，香港嘅傳媒、香港嘅輿論係唯一一個中華嘅地方，可以批評佢哋嘅政權，批評一啲其他華人嘅世界唔夠膽批評嘅政權。但係今時今日，我哋要記得，我哋已經即係溫水煮蛙到，可能我哋已經冇乜知覺嘅地步㗎啦。早前03年前後，我哋已經冇咗兩支咪，而家已經好似一個事實嚟㗎啦。吳志森係一個即係頭條新聞係一個冇咗兩支咪嘅前提底下。